合适的时候，全使不到这漏气。泥当中挂满金，殉葬的朝生要尽快上。徐刚刚去哪儿了？农民还给您付钱呢。别凑了，等你头发我都凉了。你听我说，我现在立马去上公局，把你偷的这些钱全部都塞给掌事。据说你手机已经偷偷跑了，你现在不回闲车院了，让他们立马给你个指派啊！你糊涂打瞧见没有？掌事块宝地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个张铁玉啊，成功你找我，这是咱们的大事。张铁玉，你真弄错了，你不在朝天美国路，回。多谢你帮我，张姐姐，张姐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幸好找找我吧，张姐姐。上辈子和叔父谈买卖，我没有钱，也没有门路，你不一样，父亲是太父，你家人一定会来救你的。